说你要去感谢那个小魔女，没必要。这些对他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。举手之劳是他的事情，我的责任是去当面道谢。你什么时候回去啊？说好7天，还差最后1天。那你去外面坐1天好了。那是偷懒，我最讨厌偷懒了。你讨厌偷懒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放开他！只会搞偷袭吗？出来！喂，醒醒，我们得离开这里。殿下最近有点古怪，你看上去像丢了魂一样。啊，没错，殿下的魂被什么人给勾走了。是你啊！打扰了，魔女阁下。村子出了点事。你的意思是，让我再上一次火刑架？只是一次火刑而已，又不会真的死了。就是他引来虫子，吃光了庄稼。奈何大哥哥不像坏人。我也觉得他没什么。不能大意，他可是鬼族。该好好睡一觉了。